家来的这个地方就是台北的后火车站。后火车站是我妈妈因为阿姑住在那个三重，那所以后火车站这边有很多的公车会通往那个旧旧三重埔的地方。那妈妈又特别喜欢这里有一些委托行，然后日本，例如说有一些店家专门带回来的一些比较精致的饼干啦、衣服啦，所以呢，只要到比较长的假日，我印象中那就会特别上来，把我们就约出来在这边见面。这个地方啊，就是以前我们3个孩子都在台北，有的在求学，有的还在念补习班。然后妈妈呢，就会趁着这个比较长的假期，特别从台东来台北看我们。那来就会约在候车站这个庆福大楼，在这边碰面。那我妈妈那时候特别喜欢吃这种日本的这种，她就很喜欢这个，她特别就喜欢这边的服饰，她觉得这个颜色啊，还有样式都很新颖。然后特别喜欢吃一款饼干，对，他都每次他只要来，他就一定会带1桶那个日本进口的饼干回去。然后对了，我妈妈就最爱这个咖啡，所以那时候她都交代我要回家之前要来候车站帮她买咖啡。我其实也很喜欢庆福大楼，因为妈妈逛衣服，然后我就特别喜欢那个有一些委托行他带回来的小首饰啊，还有那种日本铅笔啊、文具啊，所以这边其实，在妈妈带我们来的那个年代，其实是非常的热闹，而且店家开的很多，各式各样的形态都有，所以都能够满足我们每一个想要的、喜欢的东西。小石，我要买饮料。Hello。嗨。那我上次听你讲说，你们有来自花莲的，你妈妈自己做的什么？你是哪一个？伯爵金桔。啊，这个金桔酱是。我们只要来后站等车，就是有时候我们来台北，然后办事情等车要回家，有时间，我跟我女儿就会来这里喝她的饮料。我特别喜欢有温度的人事物，因为我觉得有温度代表有灵魂。那像说小石这里，有时候我来，他会用花莲的蜂蜜，那他说那是来自他的家乡。一开始我们是这样认识的。那我会觉得说，一个人他在外面打拼，然后他的心里有家乡，所以用家里的食材，然后来做成好喝的饮品。然后跟都市的人对话，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就是有温度的那种感觉。我觉得台北后火车站对我来讲，它等于就是妈妈的怀抱。为什么？因为这边太多跟妈妈共同的回忆，包括穿梭在巷弄之间的那种快乐跟那种探索。所以，即便时代的更迭，它慢慢已经失去了原来的样貌，但在我心目中，它其实还是4、50年前可能再久都不会改变的容颜。